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在台北市艋舺昨昏发生一个命案，有一个67岁姓陈的查甫人，因为厝头家来甲伊催爱纳厝税钱，伊怎举刀仔甲这个78岁厝头家杀死。了后，伊走去新竹打电话去自首。目前专案是向杀人罪嫌的方向来侦办。根据社会局的了解，这两个人拢有伫咧毒鸡老人的名单内底，已经有请社工协助警方来理清案情。68岁姓陈的嫌犯穿一领外套，裤伫咧路边。新竹的警方是因为接到一通自首的电话来遮了解，伊讲伊拄杀死人。是吗？什么事情？伫台北杀人了，坐车落南登去新竹的居厝，知影讲家己走袂去，决定要自首。新竹警方听到伊的讲法了，随通报台北市艋舺的警察，真正伫民和街公寓2楼发现78岁姓严的死者，倒伫咧涂骹，规身骨拢残废，无喘气。犯嫌与死者之间为2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关系，双方因租约和债务相关的问题而导致口角冲突。犯嫌遂持菜刀向死者砍杀。警方研判两个人敢若是因为租金的问题起冤家，死者因为目睭看无法度抵抗，被杀10几刀，死伫咧厝内。社会局表示，两个人拢有伫咧独孤老人的名册内面，已经请负责的社工协助警方调查。那个喜盛的那个杀死那个2房东，2房东是眼瞎的，早上大概6、7点钟的时候就有声音到。要喊救人救人，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很多人听到，都不晓得他声音从哪里来。台北市警方伫咧找9下昼，去新竹甲姓陈的嫌犯带转来台北，因为伊故作暗示真信，警方会继续追查，查清楚伊犯案的动机，专案是以杀人罪嫌的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中南部会落短暂阵雨。天气嘛较暗黑，咱做伙来看温度。目前方面虽然是慢慢啊向北边行耍，离开台湾北部的海面，不过西南风还是带来水汽，予中部甲南部无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也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过昼会落西北风，都要注意南部的山区过昼了后，有的所在可能会上大雨。也若今仔日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0度至34度，若无落雨的时阵，天气是真暗黑。民众若是出门，水都要加啉寡，嘛防止着沙。气象署提醒大家，这礼拜西南风会愈强，全台湾的雨可能会落几礼拜，尤其是中南部，都要注意会向上大雨。也若其他的所在过昼嘛是有可能会向变天，落雷公雨。天顶乌云真多，伫对流云系发展真旺影响下，气象署讲拜一到拜六风面较悬，而且小可挖北平，另外西南风真强，有计全台湾连续6天的落雨，中南部短暂阵雨也是向落大雨，其他所在是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也5日做连假70收假即天会出现上百车流，全台各都会有11路段会有车水塞车的情形，其中国5北向宜兰到北南对早起9点就车流了。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国3北向关西到大溪，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以及国5北向宜兰到坪林路段，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也预计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北向的用路人可以利用上午的离峰时段行驶国道。高公局讲，最后一天的连假，若民众无想要塞车，西部国道想要上北的，建议伫南部地区9点时出发，中部地区是伫12点进前出发。也若国道5号想要上北的，会使伫9点进前出发，才获得节省一个宝贵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前几天啊，家人台二线调景公园6月3的时阵发生崩山，公路局按算上紧都要到11才有法度把路拍互通。也若附近的店头，这几天啊是拢无法度做生意，有的高不离中，就只好爱暂时休困。大型的卡机一直乌边的吊车也甲暗土地一地贴放伫山边边仔来做固定。贵人市调景公园的北良路大二线70公里的所在，车山发生崩山情形，造成交通双向切断。伫工程人员一直监视之下，已经顺利完成第2阶段平台土石清运。
在这严重放松了后，对咱民众用路受到影响，包含条件公园内底店头，也有附近的大头，生意拢受到冲击。生意有影响啊，之前可以卖个4、5千块，现在他3000块就很高兴了。差不多剩一层了，真的很差。尽管524假期，还有一段游客来海湾看海，翕相完全无受到影响。也不过，伊外火锅店业者无奈讲，以往食饭的时间根本无位通坐，不过即阵若无人客，业绩压力超过50%，要业者直接门关起来暂停营业。影响很大，对啊，不然其实中午可能都会客满啊，甚至排队，但现在连一个定位都没有。山崩不影响我们行人在那边玩水。我从那边来是还好，就是绕下面过来而已，对吧？没有影响。根据公路局的规划，西到土石清空了后，车站会对边坡来设置紧急防护设施，而且与路面拢破去啊，受到真大损害，必须停坡，有加11角度正式来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桃园机场转机的运量，今年1月份至3月份，已经有超过165万人人次。估计今年规年的人数有机会会超过去年的。不过有旅客就怨叹讲，桃园机场尖峰的时期，人若一个多，服务的量能就会无够，安检口甲登机门嘛无够。若要出国的旅客甲转机的拢客做一伙，这希望爱赶紧做改善。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健保署的统计，6岁以下的囡仔因为发展较慢去接受早疗的人数，10年来是翻倍成长，去年是超过10万人。不过，各大病院的列合评估，平均都要等6个月至9个月。门诊治疗嘛是大塞车，医界呼吁卫福部都要投入更较侪资源，才会当把握治疗的黄金时期。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新德县有一个查甫人，伊招亲戚50做伙去偷错珍贵的木材，包括因小弟小妹是拢来到3工。新德地方法院甲主嫌判8年9个月，并扣300万的罚金。也若剩的这6个共犯，嘛互判刑，也阁有罚款。继续来关心行政院通过甲国会这款法案，拍登去立法院复议，15天内都要做出决议。立法院上紧6月18就会来表决。即马拿着两党是拢宣布要举办全国的宣传演讲。民进党的头一场是办伫咧花莲，也若国民党是要为台南开始。行政院主张立法院的国会接管法案无法度执行，但总统若清着效果了，将会移请立法院复议。立法院就要伫咧15天内做出决议，若无复议案自动生效。根据时程来推估，立法院上紧伫18议会就可能对复议案进行记名表决。有国民党立委认为，为了要防止民进党团搁主动拖时间，应该坚守议场，让议事会当顺利进行。是民进党他不停地用各式各样的发言或是肢体动作来瘫痪议事，我们会怎么去因应这一块我只能跟各位报告说，我们有计划了，但是这个我们还不能对外说。民进党的复议到底是要讲道理，那还是要动用武力，让大家没有办法在议场里面好好的讨论表决？我觉得这件事情恐怕是民主进步党他们自己先要说清楚、讲明白的。南洋立委对建设的策略正保留，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是叫另外立委唔通过恶意瘫痪议事，回归到民主停事。不过民进党团是讲，并无规划要反对议事，反颠倒批评伫咧新一届国会内面，一向拢是拿被伫咧占领主席台。民进党会依循议事规则，民进党不会进行无谓的议事杯葛。这是立法院第14次来行使议案的复议案，都有相当的惯例。因若立法院国防战也延伸到龟头，那着怎么拢要用舆论战？民进党的青鸟全台杯宣讲将会自10时开始，第一场是经伫咧花莲。国民党的反制行动是自15开始对赖总统的本命区台南出发。因若民众党是讲，因袂进行下乡宣讲，会透过网络的空间向民众解说相关法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之前因为查间谍的案件，煞是爆出华航的员工涉嫌甲总统专机的资讯泄露出去。调查立委认为讲，元首的行程去互流出去，会造成严重的国安问题。有学者就分析，中国渗透台湾的手段，毋是干那锁定伫咧有军人背景的人。
所以除了强化国安机密源头的管理，危机的处理嘛真重要。总统统传闻并且分享社真了后，照顾冲突的状况。不过，即马传出去年9年陆基现实险伫台湾为中国官方法庭组织的案件，另外，佫查出华航籍员工涉嫌伫去年将蔡前总统出访行程互相专案天气片相片提供给陆基贤，会进一步调查是不是牵涉国家机密。将亚地位拢认为元首行程被泄露，恐惊造成国安漏洞。已经涉及到国安了，万一这个元首一发生任何状况怎么办？一定要加强监管，不管是对岸或者说其他国家里面无所不用其极，想要窃取我们国内的一些情报。中国的统战一直都是如此，风险高的人、被中国接触的人，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不要再持续受到中国的威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华航表示，配合司法单位调查，有学者分析，总统出访的机密资讯外泄，唔但可能和敌对国家有进行灰暗干扰的操作，甚至无排除斩首行动，是严重国安危机。而且，佮和华航员工泄露，可见对华渗透台湾手段，唔但是锁定有军人背景的人，不过台湾是民主国家，无法度100%防止机密泄露。防御防谍的事情，其实确实是防不胜防，这也是一个走向民主里面一个比较必然之恶啦。你没有办法完全去阻截的时候，只能尽量去防范，而防范的情况就是从源头做起。学者认为，除了继续强化国安机密的源头管理，出现漏洞时阵危机处理也真重要。情报甲反情报之间的攻防，上重要是防止渗透破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侵扰台湾，唔但用军机军舰，今嘛佫加一项无人机。因甚至直接飞来咱金门马山观测站附近来等宣传单。军方强调讲，因是无飞来甲咱的营区，毋过会继续监控。也拿7月份的汉光演习，嘛会针对外岛侵扰的部分来加强演训。中国军机军舰持续扰乱台湾，国防部公布上新的统计，初8早起6点至初9早起6点为止，侦查到9隻厝的中国军机，甲7隻厝的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有2隻厝进入北部，也佫有西南空域。上近离家人差不多97海里。迄那中国的商用无人机，迄天下晡嘛出现伫金门。给湾湾部队送温暖。有中国网友伫抖音专程直播，有中国的无人机飞过金门甲厦门的海域，等政治宣传单，而且佫飞去马山观测站附近，伊佫后一届要去金门县警察局，也佫有金门大学，等宣传单甲肉粽。回来之后，如果我们无人机没有被打掉的话，我们接着第2趟、第3趟。警方部检查影片了后，确认这只中国的无人机无飞去营区，不过部分中国的不明人士无顾破坏两岸关系负面的影响，想要用这款的方式提高社群的流量，无论是行为或者是心态，拢真唔好。国军对敌情威胁，均保持绵密监控，不随陆区网民轻狂举动起舞，避免助长串非恶行。升高区域紧张情势。金门县府表示，连续2天拢有不明人士操控无人机去金门马山迄块地啊，若严重者也有可能会影响飞行的安全，已经要求警察局来调查。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表示，要是爱谨慎来因应。不管是政治性的传单，或者是单纯抛弃疑似垃圾的废弃物是不是在测试我们防御的盲区，找到我们没办法看到的地方？中国对台湾持续施压，国军嘛继续伫整备战略。伫7月份就要举行的汉光演习，安装会针对解放军对咱国外岛离岛的行动加强来演训，应对中国普色地带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到今时已经5年啊！香港变成青年等等相关的团体举办游行，希望台湾人会当继续来关心香港的局势。不过，可能受到今年3月份香港政府定出基本法23条，列出危害国安的行为，所以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有变较少。光复香港！也大家路也捍卫民主大港同行标语，因为初9是香港反送中运动5周年，特代香港团体举办香港自由6月游行，呼吁台湾人继续关注香港情势。香港的朋友，或者是对于在台湾本身会支持香港议题的朋友，其实也是对他们来说会做成一个
很大的风险。的重点都不是这次来的人数，而其实真的是把这个声音就是传达出去才是真正重要的。香港病下青年指出，今年参加人数差不多600人，比以前较少。推测是因为今年3月香港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明定高度对危害国安行为，想要和香港人点点。不过也是有来台湾观光的香港旅客来参加。就是没有机会再做类似游行，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运用它。之前港府用港版国安法起诉47个民主派人士第一批判决出来，14人判有罪。现场群众提出因每一个相片的布条相关，在台湾、香港艺术家办做自由旅行，希望台湾继续重视中国威胁。一定要关注，不可以只看自己的事，因为我们都是受中共打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串联。成为反抗的共同体。为什么要关注？因为你看到香港，就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要不要接受中国的恐吓跟威胁？因为香港法庭今年5月对反送中歌曲原言讲为香港原临时禁制令加做禁歌，游行上尾大家斗阵唱歌，表达因就算流亡世界各地，依然坚持抗争、仰望自由民主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到当时已经超过8个月啊！以色列最近佫放消息出来，讲对加沙的中部救出4个人质。不过哈马斯是甲批评讲，以色列声声句句讲要救人质，敢讲因唔知影讲，前到今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啊！以色列电视台访谈进行到一半，插播连接被救出的消息，主播激动甲强要讲袂落去。אמיר, אנחנו רוצים לפנות עכשיו לראות את יעקב ארגמני, אביה של נועה. אני מתקשה להדחיק את ההתרגשות. יעקב ארגמני, אביה של נועה, מקבל את ההודעה על כך ששוחררה. הנה. 以下长对超过8个月配合团队连接被救的好消息。以色列军方自加沙中部城市纽瑟拉特地区救出4个人质，分别是21岁詹恩、26岁阿加马尼、27岁科兹洛夫加40岁齐夫，因拢是去年10月初七伫参加诺亚音乐节时阵，被武装组织哈马斯掠去。民众听到这个好消息，伫咧落去庆祝。שימו לב, קהל נכבד, אנחנו מצילי עיריית תל אביב-יפו שמחים ונרגשים לבשר לכם כי 4 חטופים חולצו בשלום ובחיים משבי החמאס בעזה. 4个人质被救出了，当局随用直升机把因送去病院做检查，目前身体状况拢正好。其中26岁中国甲以色列偷回的女大学生阿加马尼，因为和武装分子骑奥多麦掠去时阵，大声喊救人的影片捌伫咧网络顶流传，所以伊的状况大家较知。因为伊的老母癌症末期伫咧病院治疗，伊被救出了，也赶紧去病院看妈妈。总统赫尔佐格亚打电话来关心。אני כל כך מתרגש לשמוע את קולך, זה פשוט מעלה דמעות בעיניים. מחבק אותך בשם כל עם ישראל. 阿加马尼被救出这天，正拄是因老爸的生日，伊的老爸也感谢国家的救援，讲这是上好的生日礼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赶来病院探望，加4个人质受难，也再一次强调会继续救其他的人质。不过哈马斯也批评以色列军方为了要救人质，造成23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对此，以色列军方表示，伤亡人数无到100人，也无法度知影其中有偌侪人是武装分子。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的结果，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预测的结果显示，欧洲较主流保守派选情较乐观。外界预测，欧洲议会真有可能对因应气候变迁的政策会较冷落来，而且会更较支持限制移民进入欧洲联盟相关的措施。原来法国总统马克宏是雄雄宣布要解散国民议会，提早改选。根据 BBC 的报道，马克宏这个举动真正的原因是这2年来参与联合执政的3个党加起来无甲国会多数，必须施政困难。来关心印度总理莫迪提到宣誓就职，进入伊第3个任期，协助印度罕见会当连续掌权超过2任的总理。因那伫印度的北部的克什米尔发生一个攻击的事件，印度警方表示，有一台在印度高高度的巴士
那就是去和好战分子的枪手弹着，怎安尼滑落山坎，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来关心红海航道受到扰乱的情形，目前要持续伫恶化。也文青年运动组织礼拜宣布，因攻击一只英国驱逐舰，还有2只商船。全球航运因为红海危机，致使船帮是规个大乱。澳洲第2大港拜五嘛，因为漏油的事件，紧急把码头关起来，影响差不多20只货船。那其中中英海运的船嘛有去受到影响。镜头转来咱国内，汤市府原底同意予3间 SRF 发电厂进驻桃园的科技工业区，不过3月份的时阵，却是向宣布要取消这个决定。其中有一个业者真不满，就提起诉愿。了后，经济部伫咧顶礼拜撤销市府的这个处分，所以等于是这3间业者拢会当继续来设厂。市府表示遗憾，嘛讲未来会继续严格把关。住的地方还设厂。企业想要伫桃园科技工业区设置 SRF 发电厂，却是因为空气污染的问题，引发当地部分民众反对。桃园市府伫今年3月宣布废止3间企业入园的动议，不过业者不满提出诉愿，经济部伫顶礼拜撤销市府的处分。当初会废止 SRF 厂商的专案入园许可，最主要是因为季部收回推荐函。所以呢，造成3家 SRF 厂的专业入园程序呢已经不完备，这样的一个溯源结果，令人感到遗憾。这3间公司内底，台湾立方伫2021年开始动工，建筑起到一半，可能为也伫2023年动工。立江开发也未摕到建造，也未动工。当初厂商是以专案立方的方式来进驻，处理能源局核发文件了后，由经济部向市府来推荐，厂商就阁申请立方。市府3家以经济部收回推荐函为理由废止许可，引发厂商不满提出诉愿。不过经济部认为讲，经济部的推荐函不是核准进驻必要条件，市府同意的许可函也无具体列明，所以讲以此为理由自非释法，所以才撤销这个原来的处分。政府它有它的能源政策，不能影响我们大潭里民生活的品质。这个3家同时进驻我们的大潭里，那我们空污排放总量绝对会超标。最后我们还是要团结我们的里民来向经济部做抗议。桃园市府对经济部决定表示遗憾，以后好好监管污染物排放权的管理。不过在地民众对这结果是真不满，已经准备好联署批，会继续甲经济部沟通抗议。经济部审法署对这个案件回应是无进一步意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高雄港发生货船的事故。伫初八下晡的时阵，中油的油品船要出港，迄个时阵，若像要闪一只入港的船啊。中油的船怎去弄到高雄港的爆花？目前是休伫咧码头等要修理。也那高雄港务公司讲，经过调查了后，检查是无漏油，嘛已经有通报运安会调查。通运轮准备出港，船员一直发声警告，不过全身也是继续挖进堤花，煞咧意外发生。发生意外的船只是中油的通运轮，8号下晡1点外要离开高雄港的时阵，疑似为着要闪避另一只进港的船，弄到二港口外面的离岸堤花。高雄港务公司第一时间确认港区的状况，要求船方设炸油所。船舶周围应布设燃油所，并安排必要应处资材，以便突发状况之及时应处。另安排专人应持续关注船舶状况，并定时向本港 VTS 汇报船况。因为船身破空，通运轮已经紧急回头停伫高雄港118号的码头。中油表示，这只船主要运输燃料油，出港的时阵空舱台面检查过无漏油的风险。目前为止通报都是完全没有油品泄漏的。那我们目前就是初步评估货舱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船体的右舷压水舱破损。港务局已经管制这只船出港，9号下午运安会定船调查事发经过，被船弄到离岸堤花，是伫咧2019年完工，亲像一支白色的笑伫海中央，是台湾香港头一遍看到，主要为着阻挡海洋的侵害。后续要求赔偿的部分，高雄港务公司要找相关单位会勘厘清确认。记者李小燕交关高雄报道。伫苗栗西潭的大三线。
初七的时阵，有民众看到有2台跑车伫咧驾车，而且因为着要闪过测速，竟然甲车牌砸起来。不过，这行为拢去互监视器翕起来。落尾树才过半点钟尔，就随去互警方抓到，移送法办。红色甲粉红色的跑车一前一后冲过去，不过这2台车的车牌有点奇怪，毋是咱平常时伫路顶看到的车牌。其实这2台车的车牌已经遮起来，苗栗警方初7早起接到民众报案，这2台跑车加车牌出现在第3线西潭路段，警方马上拿查围捕。立即调阅监视器，查证确实有2部汽车遮蔽车牌行驶。值班立即通报线上巡逻人员前往拦查。警方表示，顺路警网围捕差不多半点钟，就伫第3线一间高站顶悬发现这2台涉水特别野白的跑车。虽然迄时阵野车牌部已经拆掉，不过野部赛车行为早都被沿线路口监视器翕得清清楚楚。我是有看他拆那个车牌上面拆一个不知道什么，那个类似罩子还是什么的，因为要拍照啊，不知道去哪里拍照，然后他忘记拆掉了。连驾驶一开始高向警方讲是为新店到苗栗佚佗，规车翕上了未去将步拆落来，不过后来承认是危险西段路段的区间测速处地，才会车牌。警方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应罚2004到4800。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有超过53万青年劳工，因的薪水敢若领着基本工资。大部分是拢做食的，或者是服务业。有学者就建议，若是要改善少年人薪水低的问题，鼓励学生会当下领域来学习，也若教育的结构嘛爱配合产业的发展。先放冰架，再个倒饮料，你也搁放一片柠檬，这杯透心凉的饮料就好势啊！30几岁的少年做头家，大概伫咧3年前决定要转投到餐饮业。伊主要是看这工作时间会当家己调配，将这拄毕业出社会的少年人拢会经服务业，主要是考虑到条件唔免伤悬。想说时间比较弹性一点，所以就换到这个产业来，也不一定说餐饮业就薪水不好，只是说就是时间上弹性，但它时间会拉得比一般上班族来长了一些。门槛比较低啊，一学就基本是会的啦，3万起吧，起薪没那么好，但就是要靠可能考啊、升职签上去这样，薪水才会多。虽然薪水会得到做久了增加，不过自台湾普遍青年的定义是18岁到35岁来看，劳动部上新的统计，有超过53万的青年劳工，落提平均提纳工资即个呢27787块，薪水大概即个呢伫咧基本工资27470块左右。因那少年人无够钱的清贫现象，拢集中伫咧教育业、大数一个产业业加批发零售业这个行业。他比较是可以跟人有接触，那他的工作场域相对来讲会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呆板。那几个行业本来就是很低薪的行业，然后刚好又都是年轻人喜欢去的行业，这就会造成结果就是他的薪资就都是很低啊。如果你是学非所用的话，要领到比较高的这个薪资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比较容易这个进入，比较容易一毕业就找到情况下，薪资水准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为改善青年薪水的问题，学者建议学生会当伫咧学校时阵就加试一寡跨领域的学习，学校也当提供更加侪相关职场未来薪水变化成长的资讯给学生。教育机构也应该配合产业的发展，譬如讲，即马大家拢注重伫咧 AI 半导体这寡产业。杨宗斌认为，拄则出社会的少年人会当加开淡薄仔时间准备家己，了解未来就业薪水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上新药品市场销售的排名，伫2023年的前20名，使用量上介侪药啊，有要一半拢甲癌症有关系。其中占上侪泰克沙是肺癌的标靶药物，药费要甲35亿。另外有2款药啊，甲黄斑部病变有关系，嘛显示得到这种症头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肺癌是台湾人10大癌症死亡原因排第1，即嘛超过肝癌，成做新的国病。根据上新公布的资料，2023年台湾药品市场销售的排名，前20名内底有几啊项甲癌症有关系，尤其是占上侪泰克沙是肺癌标靶药物，药费的金额要甲35亿。
那第4期的肺癌病人中呢，大概呢有一半的这个肺癌，所谓的 EGFR 突变型的这一群的肺癌病人，标靶药物呢就是这个泰格沙本身呢，因为它的药价相当的昂贵呢，1个月的药价呢会到达10几20万元是目前来说这个 EGFR 呢表皮生长因子突变的型这一群的肺癌中最有效的治疗药物了。要吃多久呢？基本上是活多久吃多久。如果这个药物有效呢，就继续吃。根据台大公卫学院进行的调查证实，长期踮伫 PM2.5 等等空污的环境内底，得到肺腺癌的风险是比食薰的人还佫较悬。另外，伫药品销售的前20名内底，有2款药啊，甲黄斑部病变有关系，药啊使用的量嘛有明显增加。黄斑部病变跟年龄老化，还有这个高度近视，还有糖尿病的病情变得比较严重都是息息相关的，就会造成这些病变发生的机会多嘛。世界的趋势看起来，这个不光是在台湾在先进国家，黄斑部的注射用的药物也都是有在增加一个趋势医师提醒，黄斑部病变甲老化也有糖尿病拢有关系。民众若是发现目睭模糊、看物件看到会变形等等的症状持续咧发生，就要随去医生看。也该避免长时间过度使用3C 的产品，预防发生黄斑部病变。记者综合报道。中立火车头就要拆掉，为10月开始会先用临时车头，有的路较下，敢若会当单向通行，所以会用分流的方式来减少塞车的情形。外观的设计受到批评的中立火车头，即摆就要拆掉。为10月开始先使用临时火车头，为了让民众提早熟悉附近的车路，交通局提早实施交通管制压力的措施。原地规划连接中正路到中和路的建国路段是公车主要的路线，禁止其他的车入去。不过考虑居民的车会无法度出入，已经把建国路恢复做原地的单行道。车道的动线不好，因为它换方向嘛，因为外面的指标不好，就很多人进不来这里面。他只是叫人家改道，可是没有说改道从哪边可以进来这个车站。这样子直接过去是比较顺向，不过这个动线上，我讲实在，走到那里还是要稍微绕一下。对，不过上下车现在是方便很多。原本的计划进去的地方常常沟通起来，所以造成周边商家非常大的一个困扰。中立临时火车头目前还搁咧赶工课，虽然开放建国路单向通行，不过考虑临时站头前中和路较下，敢若会当正挖去中和路。袂当直接倒挖入去临时站，来互车流较顺。现场嘛有人员引导。原本在临时站前的中和路路段为东向西的单行管制，目前已经调整为反方向的西向东单行，以利未来临时站启用之后，车辆可以顺向的接送。交通局表示，会伫车头的外围彩牌指示，路人客车由延平路甲复兴路接中和路入去，再搁为元化路驶出去。若接送的车是由延平路接中正路入去接送区，再由中和路驶离开，分散路人客甲接送的车流，减少塞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南州除了水果出名，永贵嘛是猪仔重要的产地。最近农会打造一间冷雾王来主题馆，内底除了装置艺术、电影的特产，还有一台超过1世纪日本式的米家，希望当下民众来参观，促进地方的发展。今日去莲雾王大主题馆，会当看到真水的莲雾标画，阁有适合大人囡仔活动的装置艺术区。这是屏东南州农会开400多万打造的空间。现场上顶柜馆藏，就是这台超过100年的历史米家。来莲雾凤梨馆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日式的一个连米机。那连米机的部分的话，我们除了就可以看到早期的一个大概3层楼高的连米，那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蛮可惜的，就是我们这个机器还可以使用。南州早期的农作物甲即马真无共，伫民国60几年时，拢是以种猪仔为主。不过因为猪仔产量伤济，销无路，佮加上在地土壤较肥，适合种水果。经过政府的协助之下，农民开始改种莲雾，即马成做全台上大的莲雾产区。虽然当地猪仔产价无以前的光景，不过农会也是甲超过1世纪的米价保留落来，希望提供予研究乡土故事的专家会当参考。那来这个地方，除了可以看到日式连米机，我们这边还有做了一个 DIY 哈，那就是你可以来体验包一下米，那跟早期就是我们农会自己在包白米的状况这样子。那我们这一块也是有跟庙来做一个结合，以平安米一个为概念。那只要你来这边的话，你就是可以包一个平安米，然后把
把米就是把它美美的带回去。为着要兼顾观光甲馆内维护，若要入去莲雾往来馆内底参观，就要先预约。农会表示，未来会搁开放 DIY 课程，播出的教学等内容，希望莲雾往来馆会当正做在地特色，吸引愈侪游客来佚佗，促进地方的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的厝内真侪拢有菜新名公妈，不过因为高龄化的关系，有的人坐回来时势嘛拢出外，无才调个摆。伫个家己伫家有一间新名养老院。专门替民众照顾厝内无法度搁防晒新名，逐工甲因烧香点火。替庙内新名点香，边仔看过去全部拢是新香，不管是茶刻的、灰仔烧的，也是石头刻的，一楼二楼加起来，才有千外尊的新香。负责管理的人讲，这新香拢是别人无法度搁放输才送来食的。这拢是人本身要做咧拜的，要做有灵的，人会老啦，拜2代3代啊嘛。啊，少年的拢爱做我百病食走路，我做转来风景啊。若煮鸡较济，我就煮鸡较吃。最近伫嘉义县伫家的新名养老院，为10当前就开始替民众照顾这无法度搁拜的新名。负责人讲，这间养老院内底除了有台湾传统信仰的新名，阁有别个国家的神像。大部分的原因拢是因为拜的人年岁大，或者是无所在通拜。这我社会问题啊啦，啊有诶较早新名种3老尾。老的家头无啦，无叫你拜啊！啊，总毋敢有诶做计划做来，啊，拄仔一直教我讲莫哭啦，总都计3囝啦。哦，咱像这个较少看啊，即种新闻嘛较少看啊。哦，啊，人缘无娘，这嘛毋捌看过啊。所以讲有真济毋捌看，而且这新闻吼，有诶拢百几档啊，真正有历史啊。小小的一个所在，内底有台湾各县市请倒来的新名。这间新名养老院是地方一个真特殊的所在，唔但会当看到世界无同的信仰文化，嘛透过遮尔侪送来遮的新名，反映台湾伫高龄化人口的状况之下所带来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伫台南新营的文化中心，最近有办一个展览，叫做“台南特有种”，要让民众为较早的文物来了解工艺演变，而且嘛有办相关体验的活动。希望让大家看到工艺艺术甲文化的水。大人囡仔咧看这幅台湾府城街路地图，因当咧找清代时期出现什么款的工艺。这是台南文资处办的台南特有种展览的早观活动，要让民众哪算哪入捌工艺的多元性。展览分成2区，通看到史前文物到当代工艺演变。以前没有印刷机，就用雕刻，然后再印上去。然后印好了大符可以镇宅平安。较早即摆历史的文化，还有文化的传承安尼，因也提倡接触了，看把这培养伊的兴趣啦。咱有这历史的背景，产生咱台南的特别的风格特色的工艺作品，所以我也对台南特有种。时代演变一点一滴累积落来，才有这尊特有的工艺文化。总计展出6种无形文化资产。上眼前这顶永川大桥是王永川做的，台南超过一半的新桥拢是来自永川工艺社。另外，威风凛凛的门神，每一个线条拢有不同的风格。其中潘氏家族替台湾彩绘工艺留下侪作品。第3代潘家雄嘛公开因老爸潘丽水彩绘的2大特色。一定爱有7倍，但是你若门哦，关度无够，你没办法用了7倍，咱来画嘛吼。相对话是这面，因为阮父亲他有在戏院画看板，伊画面吼较立体，这胡须咧画甲会飘飘安尼，哦，会当去看到内底。你要画到要，你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啦。画起来足幼路的，毋是讲。凊彩画吼门神，其实伊要画出伊的威严、伊的庄严。展览展期到8月11日，文资处指出，因后续会搁办工艺体验，参邀请大师来演讲分享内底的技巧，通互大家认捌更较深刻的传统工艺水。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古早人咧讲，五日节插香有辟邪防毒的意思，不过对时代演变，即嘛已经愈来愈少人有这个传统。新店的文史馆为着要卖互这个风俗消息，专工请人来教大家用香做蚊仔香，希望利用这个新的应用来延续这个传统。将软甲幼幼仔的香豆豆仔进去去试讲，大家当咧做环保的香蚊仔香。
俗语讲5日节吵情较用灵，吵兄较用惊。以早虽然是为着辟邪，但文书老师讲，用现代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因为这个季节天气变化，细菌蠓虫多。古早人是先用兄风虫的功能来做防疫。你5日节以后啊，你的天气都是热哦，热你就会吸细菌啊，有啥物病啊，足容易会发生。较早医疗无遐尼好，你有蠓加过，你就会破病啊。这时阵伊就甲种花青草内底有水，伊拢会甲倒掉。伫门口就用艾草来防御。主办单位讲，即摆5日节大家较少插香，为着延续这个风俗，因才想讲甲大家做实用的香蠓仔香。参加的民众嘛认为这是互囡仔熟悉传统风俗的好机会。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划龙舟啊，或是香包。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个蚊香卷来有一个新的活用，让我们这个传统呢可以做延续。他们不知道端午节还有这个艾草这个东西，所以对啊，带他们来认识这个，我觉得是还蛮好的。毕竟这是传统的文化，希望他们也是能够多少接触一点。古早的风俗对时代的变化有真济，已经互人放袂记。文书馆讲，甲风俗加以实用的方式应用，就是希望会当活化传统文化，继续延续落去。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5日节时阵，除了食粽，嘛有挂香香的一个传统。中华鹿港有一间200年历史的香店，为30多年前开始做纸香香，每到5日节时阵，就会甲民众来结缘。店家的手拢无停，无用咧包香香。后礼拜就是5日节啦。5日节除了食粽，其实还有挂香香的传统。中华鹿港一间有200年历史的香铺，30多年前开始伫5日节做纸香香，甲民众分享结缘。他们家的很真材实料，对，很香这样子，它很应景这样子。拄啊开始拗的时，可能是迄个角度捏袂好，啊包几个过了，你就大约知影头要拗到偌大个。嘿，其实这无啥物技术啦，只是讲要有耐心，一工爱包较济，头包安尼。旧历5月天气湿搁热，过去的人认为是毒鬼，是蠓虫、蛇各种传染病开始出现的时阵，所以会甲中药材、香料夹做伙，做成香香来避邪赶蠓虫。即阵市面上较常看到的是用布添的香袋啊，但是早年的香香是用线毛、环毛出来的。线毛印起来，印起来无，伊迄个会使冻久，冻较久，看要2年、5年、10年，伊加减冻的，佫会烧到有一个气味。上重要就是辟邪、驱除辟邪的迄种功能安尼。店家表示，纸香香是伫因爸爸迄代开始做的，到目前为止30多年来已经发出5-60万包。虽然手工包真够工，但是店家希望民众摕到香香的时阵，毋若体验季节的风俗，买当感受到人情味。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家庭照顾者有当时也是无暝无日伫照顾厝内人，长期落来压力是真大。为着要互家庭照顾者感受到温暖甲关心，家机关指定妇幼关怀协会伫5日节进前，邀请家庭照顾者也佫有社工甲志工做伙来做香香。大拿做者病院的中医师教大家做香香进前，先来小解5月节，佫有药草材料相关的台语文，希望后来参加做汉药香香的人，会当先学到药草的相关知识。香炉啊，准备5种的药草，我就会逐项甲讲在其中每一项药草，伊的性、伊的味是安怎，有啥物功用，咱爱特别注意，佫伊其中的特别的故事嘛，讲互大家知，互因会当将学到的。应用伫咧照顾因厝里的人，照顾因家己。家己关市场妇幼关怀协会伫5月节进前，邀请协会长期协助的家庭照顾者甲因的家属，做伙来参加5月节的课程活动。那做香香学到健康甲照顾的知识，嘛希望会当消透家庭照顾者心中的压力。今天就是上中医课，那就是可以让我们身心灵比较疗愈，就是觉得说，像刚刚。药师会我们介绍说，闻香，好，那可以刺激我们的每个味觉不一样。跟大林慈济医院这边中医部，他们的一些家医科的主任还有医师呢，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养生保健课程。那今天下午还会再教他们做一些，端午节快到了，所以做一些香包这样子。
参加的民众表示，协会固定举办活动，互因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嘛透过课程来学照顾的技巧。因为有一寡家庭照顾者是嫁来台湾的新住民，所以协会上课或者是开讲的时阵，嘛会尽量用台语，希望互新住民咧照顾厝内事大的时阵，会当沟通，增加因的表达能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日是肉粽节，高雄寿山动物园内底动物是真幸福，今年嘛有粽通好食。也若伫屏东嘛有办一场比赛，毋是咧比徛卵，是要比人倒头徛，看啥物人会当徛上久。3、2、1 ，Let's go！ 参加人动作同款开始倒栽，时间1分1秒过去，连续有人挡袂牢青友团一直加油，决战时刻剩最后5下，要拼冠军的奖金。21岁大学生倒栽1分50秒摕到冠军。港倒立当基本功练，对，每天至少都3分钟起跳，这样就可以了。高一节前一天，甲徛卵徛4岁活动无同，家母爱护者号召伫平安1936基地办趣味杂交的徛人挑战。跟往年传统不一样的一个立人活动，就是100人倒立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想翻完这个立蛋的传统。寿山动物园是号召志工妈妈因应无共款动物特性准备各种的粽，啊，毋过古水水豚兄妹对大草粽无兴趣，较爱青木草。针对大型鸟科动物，亲像狮啊、虎是特制大香包，刺激视觉甲嗅觉。里面的话，我们是事先放满了干草之后，我们把它放置在像是我们其他动物的兽舍，那还有展区来感染其他动物的气氛。那我们是希望说来提供给这些像是狮子、老虎，来提供它行为的丰富化。红毛猩猩是将大型香包做佚佗物，搁听搁放。动物园营造5日节庆的气氛，互动物斗阵应景过节。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毋但是食粽甲芳香，嘛有白龙船的比赛。毋过毋但是台湾尔哦，中国甲欧洲嘛拢有精彩对决。其中德国甲匈牙利嘛办比赛，有选手就认为讲这是一项需要团队合作的比赛，而且过程是真无简单。在中国江苏省盐城市这场白龙船的比赛，在最后冲刺的时阵正激烈，大家拢尽全力想要争取进入最后的决赛。这场叫做中华龙舟大赛是全境内面规模上大，也是5月最传统节庆的重要项目。上面有36支龙舟队，差不多800位选手进入上尾的决赛。比赛项目有100公尺、200公尺、500公尺直道竞速，加1000公尺来回赛。分做男子组加女子组的职业精英公开的等级。各地分区拢有预赛，山东、东亚、市加湖北的宜昌市也有外国学生参加。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船龙舟，然后我觉得划船很重要。节奏你要看那个桥鼓，又是端午节的特色，所以很有意思。在澳门的澳门国际龙舟赛，初步开始连续3天，分别进行各组各级别的比赛。香港、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几多个国家拢来参加。5月最除了白龙船比赛，也有食肉粽、香包电视加水上表演。澳洲也有白龙船比赛，选手讲无看遐简单。Must give the same power and in the same time. The paddle must into the water in the same time. 希望你们这多一点种子。德国的杜伊斯堡自1987年开始第一遍办白龙船比赛，2000年开始每年6月拢伫咧瑞港办盛大白龙船比赛。今年有140队，要到3000位选手参加。也若伫匈牙利也有白龙船比赛，中国、俄罗斯拢有组队来参加。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在英国的纳凉花数量会当讲是全球排第1名。这种花唔但是英国生物多样性真重要的一部分，嘛是英国人保守大自然甲环境上好的表现。英格兰中部彼得堡勒的这个领地，如梦似幻的纳凉花梨花，亲像铺一层蓝色地毯共款的壮观，空气当中也充满浓烈独特的香甜味。I think it speaks for itself. The woodland looks incredible this time of year, especially with some of our areas are absolutely carpeted in bluebells, and it gives kind of that fairy tale kind of magical feel, I think, which is why so many people come at this time of year. 纳凉花是一种野生植物，普遍生长在西欧地区的森林，是
蜜蜂、蝴蝶这个并无重要食物来源。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蓝莲花拢发伫英国。英国历史文化保护机构国家信托，就将蓝莲花叫做非正式国花，就知伊偌受大家介意，甚至也有真侪民间传说甲动会，特别是甲仙女有无有关系。风声若听到蓝莲花铃声，迄就是死亡预兆，或就是行这个花丛对互仙女卖掉咧。也佫讲有陪卖薰油仔内底就放蓝莲花。讲遮尔济，结论就是爱大家毋通凊彩去办。也毋通行入去花丛内底乌白搭，这种食物干那会整治，发芽开花都要用5到7年的时间，受损的材啊，佫要用10年到12年的时间才复原。Bluebells are extremely susceptible to being trampled. In fact, just a continuous amount of people trampling a similar area in a couple days can mean that those bluebells that have been trampled don't come for 10 to 12 years, come back till then, and in some cases they may not come back at all. 就安尼，真侪蓝莲花林地报道，拢会徛提醒民众毋通行入花丛的告示牌啊，也警告大家毋通挽花，啊若无会受罚。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伫咱地球顶悬上界大丛的树啊，叫做岐山，原底是生伫咧美国的加州。19世纪的时阵去甲英国生产，然后这种树啊上界大丛的时阵，会当发到93.6公尺悬，而且活超过3000年。伫英国伦敦郊外的哈佛林高古公园，有真侪丛食悬的树啊。这款是地球上体型上大丛的树啊，巨杉。本来主要是分布伫咧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的西部，是红杉树内面体型上大的。19世纪被引入英国，伫咧遮诞生。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se species is that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the UK probably 150 years ago. It was essentially a status symbol. It was a new world species, really the biggest tree in the world, and people would buy them to put into their stately homes and their landscapes to grow them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科学家用雷声扫描仪对树仔做3D 立体成像，来量树仔的悬度甲树身的大小。这种巨杉平均会当大到50到85公尺悬，直径差不多5到7公尺，上悬不过93.6公尺，会当活真久，差不多3000年。伫英国即马有差不多50万丛，顶多是原生地加州只敢若剩8万丛。学者讲，英国的气候较温和湿润，更加适合这种树仔成长。互全世界体型上大丛的树仔，伫地球的另外一边找到生存的空间。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4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